始，直播开始，直播开始哈。好，直播开始。我设定一下环境哦。好，因为这个 Clubhouse 改版了后，我袂晓开这个公开房哦，毋知要哪开啦吼。毋是讲公开房啦，要开一个新房吼，我变成讲爱先 schedule 吼，啊 schedule 了再去开迄个你 schedule 的房。啊，所以我著爱变成讲我 schedule， 比如讲拄则是10:30几分，我著爱schedule 伫咧10:40，啊再来开房安尼，所以用一下时间哦，逐个可能著走去了，毋知要怎转来吼，这嘛是一个问题啦吼。三年你好吼，拄则上课内底敢有啥物问题，还是要开讲的，要问的，要讨论的，拢会使，若方便啦吼。因为即摆是台湾时间拜上班时间哦，毋是逐个拢有即个机会通起来开讲，我知。我关心一下啊，台湾。查一下台湾股市吼，歹势。因为即只电脑平常时无啥咧用哦，所以我要找遐物件有时足麻烦的。OK， 6,771点。股市嘛是一个股市嘛是一个台语足常用到的所在吼。但是我毋知即嘛啦吼，较早伫咧股市内底吼，伫咧迄叫啥？耗子啦吼，耗时的款吼。伫内底足侪老一文的吼，就是开讲台语嘛吼，讲股市嘛是拢用台语，即嘛毋知有安尼无？我即嘛开房，逐个煞无法度入来就对啦。好，无入来袂要紧，我来查一下，我进前想要查要看的物件吼。我进前看的物件是，譬如讲家己，这关起来吼。家己即个词，家第一声，己第七声。家己即个词当然是足常用的，就是足普通的一个词吼，大家拢知影吼。self、myself 吼，家己还是家己吼。
我顶尾是看到一寡家己电影的例句，足趣味的，但是看无介有吼。骑马家己画道，吼，骑马家己画道，吼。自分で馬に乗って自分で先ば拉去する。家己骑马，家己画道嘛，吼。啊，即个后壁意思是啥物呢？自分一人で許してるがこときにif。哦，我来查一下。一本Claudia， 拄则阮上课，你敢有伫阮内底哈？歹势吼。我拄仔要去，结果感觉恁结束安尼。安尼吼。歹势啊对啊，结束，因为阮迄录音房啦，所以我甲停起来啦，啊另外开一个房开讲啦吼。所以若要开讲，即嘛随你开讲，我即无录音的咯，随你开讲。啊，但是我YouTube 有开直播啦，就是直播就是大家开讲啊，先煞做广告啦吼。希望以后更较侪人，希望讲以后会当更较侪人透过 YouTube 来含咱斗阵来看即个白话字的文献吼。啊，我即嘛是咧查我想看甲迄个直播的迄个网链甲 share 出来互大家看吼。我 copy 一下吼。啊，寄出来。想看落就是即只电脑我无食咧用哦，所以操作吼有时足费气哦。无设定好。我用手机啊。我毋是伫手机啊，我拢电脑即嘛拢是另外开一只电脑你查资料用的啦吼。啊，直接安尼查较方便吼。但是因为大家你看资总是要查资料较方便嘛。对。好，啊，我甲即个网链直接打出来吼，稍等下。copy。走倒去。遮网链pin link paste。恐怖。好，这是即马直播的网链，我有搭起啊，所以你当直接看我咧直播。啊，要看为虾米要看？因为我即下要查一个词吼，是大字典的例句，叫做家己骑马，家己画道吼。当然你敢若看安尼嘛，知影迄个画面嘛出来吼。家己骑只马，家己踮咧画，哇，较闪的吼，安尼。画道吼，应该是较早做官的人出巡的时阵，有一个人专门踮遐画讲啥物啥物意思讲你若一般百姓叫恁较边啊，较乡较边啊，有爱跪的吼，这就是画道的意思啦吼。画道来。画道，咱来查一下画道，先对画道即个词开始查起吼。画 HOA 第三声，道 TO 第七声吼。看有法度查着画道即个词无？哇，无呢，敢毋是第三声 HOA 第四声哦。开始是第四声吼 ，HOA 第四声 ，HOH 吼。因为吼，这是一个看出一个问题，就是讲我的腔口吼，毋是我的腔口啦，就是我的腔口啦，或者是讲阮迄个位仔的人吼，
第三声和第四声是分袂出来的吼，所以有时啊讲画刀吼，到底即个画是第四声还是第三声，我是分袂出来。我真正有时啊我拢毋知影到底是第三声还是第四声吼，因为对我来讲是相款的吼。啊，所以是画刀吼。画刀第四声遐。第四声，对，第四声。但是我即满画面，你若有看到？等下我是毋是无写我画面？我看下。有啊，我有写。这是，吼有我有写。影。你讲歹势？我讲你打的这是影片。对，就是影片啊。就是我即满直播的画面啊。我即满就是用即个直播啊吼画面吼。即个画刀就是沿路画人较闪的吼，家己徛要家己画刀，意思就是家己广告家己啦吼。哦，这就有鬼水伫遮啦吼。迄个信望爱迄个汉语版就有鬼水讲，家己徛要家己画刀的意思就是讲，家己广告家己啦吼，家己报啦，家己，这除了家己报，佫有啥物鬼水较好诶呢？家己。画刀，等下我看一下画刀是伫倒啊。画刀吼，家己报较袂臭错意思。啊对啦，意思是安尼，这是代理店的鬼水啦吼。一山马达瓦一角句哦，一角句瓦口，广告是瓦口吗？No。五土起乌衣服，哎，歹势吼，即个代理店里用的即个俚语吼，家己称赞家己啦，家己广告啦吼，伊是安尼讲的吼。啊，你若看另外家己即个词内底嘛是有收即个例句嘛吼，家己，但是伊是安怎写呢？伊是写一本一人で許してる。哦，安尼我大约我译出来嘛是就是即个意思啦，就是家己报较袂臭臊的意思啦，吼。家己。一人で許してる。嘿。一人自己嘛。嘿对。許してる。嘿。原谅自己。嘿。当然，即只毋是原谅的意思啦，許してる就是互家己搁较应该是 excuse 的意思啦吼，就互家己搁较侪 excuse 嘛。互家己搁较侪 credit 啦，应该是安尼啦。許してる伫遮啦，嘿。許してる。嘿，我哩摇，啊，当然咱会当查看觅啊，吼，我即马就是为着要查这，所以我才开即个。因为我都可能爱开两个电话叫几分那个都什么看不太清楚，放大就糊掉了。安尼吼，我放较大，可以看到。他那里啊给的你衣服，就是说自己对，就是跟在台语讲的共款，家己无较袂臭臊。即个家己許してる是伫日语内底有迄个 credit 的意思吼，有互家己 credit 的意思，敢是有安尼？我嘛毋知吼，我看觅啊。倒一支，因为伊迄有当时啊念是共音，但是伊的字是无共。OK 吼，伊的字是写迄个文准允许迄个许嘛。你看允许对啊，就是几分一人で許して，倒去啊。因为迄許是应该是原谅。即个古早即个含即个下底即个是共一个女字还是无共哈？你敢看会着？我即马画面。我知影，迄个我嘛看，迄个我毋捌，迄可能是古早的迄个。古早的字啊，我定定看了，我袂晓念嘛，毋知是啥物。我令你问一下，我来日本的动创的，我问看觅啊，到底是要哪写？我即个爱会写嘛，无定你真正要写，佫写袂出来。看
看敢若驴啊，但是都毋是驴的意思安尼啦，看起。OK， 日本迄道日地許してるが国土，即只国土你看，伊即飘这实在是吼，伊个当然袂当怪啦，吼，即迄当阵的印刷，有法度印甲遮水就已经无简单。但是我看无伊个口内是边仔是即个即个叫做啥物音嘛吼，那用一个口啊。我咧迄个口头应该是一个事情的事，是就是代志的意思。嘿嘿，对啊，啊伊那写安尼我就看无吼。好啦，这个我无爱搁查吼，因为大家约会出来，我就平常去查，因为对我来讲，要查日本的部分，我着要开足侪时间哦，踮遐真迄字啊咧，踮遐拍袂着安。而且伊这个日文是，毋是即卖日文对啊，所以有时啊我知你要讲的意思啊，毋是即卖日文，毋是即卖日语的通用的讲法，啊有时啊咧拍袂着，找袂着，你知影？好，搁一个词要来学者吼，家己四两册啊无除，哟，是即个意思无？来，我搁甲放较大，大家看会着吼。我迄个网页有放伫个顶，即房间内底啦吼，你再家己去拼，我拼的迄个 link 内底去看即个网页吼。因为我即下要查一寡代理店一寡例句，咱之前读的时阵吼有看着，啊，但是我迄当阵拢无去查，因为要用日语去查、日文去查吼，太开时间了吼。即个是家己四两，啊，即个什么意思呢？伫倒啊？我即马 share 你看会着袂？有看会着。看会着吼，我即马要安怎用？我即马无法度用，我即个 cursor 过去你看袂着吼。啊无，我算互你看吼，即2、3、4、5第5纸啦吼，第五行。水牛，伊的注音是毋是写水牛？伊是写四两吼，四两吼，水牛是毋是四两啦吼，四两嘛吼，四两，嘿。伊这是日文诶迄个音来。飘台语，嘿，飘台语，这是卡纳飘台语吼。台语大词典是卡纳去飘台语，毋是白话字哦。台语大词典无白话字啦吼。台语大词典是卡纳去飘台语，吼，所以当你读即个卡纳时阵，你爱用台语的音去读，吼，袂使用日语的惯势，因为伊就是要飘台语，所以其实是用台语音吼。这是四两，你袂当讲这是水两，还是讲四两。当然你用台语用日语的音来念嘛是差不多啦吼，就是四两嘛吼。但是伊的声调边仔这是声调吼，这是第3声，这是4，这是第2声两吼。啊，伊搁一个口仔我就毋知影意思啊吼。哦，即个口仔是迄个啦，片音啦。因为两片音嘛，所以就是第2声搁兼片音嘛吼。咱加减学啦吼，因为我拢看白话字版。敢若亲像数字的答，就是讲片音的意思呀，画一个敢若片仔安尼。对，伊卡纳若有一个口仔就是片音吼，比如讲这哒就是他啊，就是哒嘛吼，哒，但是伊有片音，所以是哒吼，有即个口仔片音就是哒嘿。所以你若无要学白话字的人，啊无你着看你要来学卡纳嘛吼，你若学卡纳，你才发现讲白话字足好用的吼，因为卡纳你用落了后，你着爱搁用即个声调符号，啊着爱搁找片音，啊卡纳有诶搁你若无学真正念袂出来。譬如讲我即马即个我着念袂出来，即个到底要安怎读啊？吼，即个是嘛吼，啊片音就是啦，啊第2声是嘛吼，啊所以四两啊，伊啊两个啊吼。长音的啊啦，啊第2声是啊嘛吼，四两啊，即我都袂晓念嘛吼，因为我无真正学过卡纳的部分啊。卡纳若要学，着爱去甲即本台语大词典直接去摕原文摕出来显，伊头前伊绝对教你安怎读嘛吼。啊，我着无去学啊，虽然我有买吼，我无去学。平常啊，哈？你讲啥？他考的吼，你拄仔念迄个字啊，迄下骹迄。下底是四两嘛吼。
啊，一年啊比顶头是我念的顶头是黄啊嘛，啊，嘿，黄啊，无，这应该是无毒。我是看汉语直接念的吼，无毒啦吼。四牛黄啊无毒吼。你若要看骹那嘛是，这嘛是字嘛吼，但是你无读字嘛，TU 嘛，伊就是读毒嘛吼，无毒嘛吼，无毒，嘿，字甲有的毒嘛吼，毒嘛吼。啊，伊即个伊用即个一口这吼，就是第五声。吼、就是卡那第五声，啊，伊其实伊即个声调符号是照白话字的声调符号来用的，说白话字嘛是一口，就是第五声嘛，吼、当然是砍伫顶头啦吼，啊，所以就是四牛黄啊无毒，啊，但是毋是四牛黄啊无毒，黄啊无毒吼，是家己，这是家己嘛，家己四牛黄啊无毒，啥物意思？毋知，我嘛毋知啥意思，咱来看伊的意思，伊甲解说吼，日本のはかりかごの目方、40名は引かない。自分のこ即摆と、嘿，你知影意思无？迄克拉迪亚，你看有无？看无，看无？画面，画面会卡，较只看无吼，40名は引かない。40名は引かない。40名应该是40遍啦，就是自分のはかりかごの目方，目方毋知啥物件吼，等下我看一下目方。目方就是看物件诶，目方，阮看物件方式。哦，看物件的方式吼，目方，吼，目方是weight。目方是 weight， 什么意思？Google 翻译吼，我看一下 Google 翻译。目方，目方中文就是目方，然后我看英文是安怎个目方，拜托个咱安尼。目方好无咱。目方是中外东啦，歹势，目方是可能是外东。外东嘛吼，伊嘛是讲 weight 吼。等下我直接安尼吼，重量吼，叫目方。weight 吼 ，OK， 啊对啦，应该是重量的意思嘛，因为即只拄只，伊即只是有即个哈卡里卡ゴ嘛，称人就当然这是日语的讲法啦吼，称人就是我相信就是磅啊嘛吼。日本のはかりかごの目方重量40名は引かない。40名啦，40名是40遍咯，还是40啥物？我引かない减少的意思就对啦吼。咱继续看咧吼。日本のことは棚に開けてる。搁一来，我这搁看无吼。如に衣服。好，所以你若有法度看这日本解说会出来。画面走去啊，画面无看到。哦，有啊，有看到啊。哦。我看直播是看到迄个翻译的画面。哦，翻译吼，歹势，我即摆已经切转来遮，所以伊迄会 delay 啦吼，我毋知，嘿，较慢，会较慢一丝吼。嘿。はかりかごの目方40名は引かない。自分のことは棚にあげてるに衣服。这种。我感觉这句是吼，伊是讲吼，你家己偌侪斤两，你家己拢毋知，也是讲你家己的，你讲家己有偌几斤重啦。吼，家己拢毋知家己几斤重对。伊讲家己的代志抱甲真悬啦，安尼。家己四牛黄啊无毒吼，家己四牛黄啊无毒。我看会当查到别位的，有倒位有咧用到即句话无？家己四牛黄啊无毒吼。先安尼，我用汉字找看觅啊吼。
家己四两啦，我查查看有无。家己，当然我是用大家较惯习用的汉字的写法吼，家己四两。台字典的家己是用对的汉字用对两字啊，我看卖啊。家己，伊写自己啦吼，你看台字典的迄个汉字写自己，我拄则讲吼，台字典的即个汉字的使用，伊主要是混用啦吼，就是用来解说意思，然后伊无真正，其实无一定真正是用迄个汉字来才对啦吼。嘿，所以家己伊就用自己吼，啊你读就读家己啦吼。OK， 家己但是我即马用大家较惯习的迄个两个家己来查吼，家己四两，我看觅。家己四两，这是 Microsoft Bing 吼，等下再用 Google 看找着。母语教学网，咱看即个学生囡仔母语教学网有教着即个家己。无，即个 Bing 实在查个遮无准 ，Google 一下吼。所以写名讲写即个文章的人是伊家己会晓读日语，所以用伊的日语迄落看下来迄落。你讲拄则即个词典哦，你讲即哦，即个日本的词典哦，即日本词典是伫个日本时代台湾总督府请一个，伊嘛无算语言学家啦，但是伊你即嘛算讲伊语言学家是会使啦吼，请一个迄当阵伫个总督府的一个人来编的词典。我即嘛甲伊的名袂记啊吼。安尼就是而且这我看起来就是咱写笔记的呢，你知影？就是讲咱咧上课咧，迄落家己做的迄落笔记。你讲台字大词典顶头写？对啊，就是讲你就是会晓讲日语的人，所以伊用即个伊的读音看哪来甲即个台语的迄种一寡词的解释写落来啊。毋是吼，歹势，即个台字大词典是小川尚义吼，是一个语文学家，是伫个日本时代1932年啦吼，1932年的时阵，日本总统府请一个日本一个语言学家叫做小川尚义，伊来编的吼。当然伊做产业啦吼，实际上去问足侪人吼，去一条一条去问。去编出来吼，毋是你讲的小学生的笔记啦吼。毋是，我毋是学生啦，就是讲看起来敢若是，就是即个你嘛是讲即个语言的学家伊编出来的。伊本身就日本人，所以对伊来讲，日语才是伊的母语啦吼，台语是伊的外来语吼。了解了。所以伊有法度编到即种程度，其实我到即嘛佫足佩服的，因为即句话连我即嘛都毋知影意思啊。伊倒会去问，当然迄当阵伫台湾普遍的语言是台语嘛，所以当然去问会着啦吼。咱即嘛我家己阿公都无伫啊，阮老爸都无伫啊，我即马问人嘛无一定有法度通人甲我讲即句啥物意思吼。拄则讲家己徛要家己画图吼。佫知影意思，家己徛要家己画图，你画面嘛想会出来，大约意思嘛知影吼，家己补较袂臭错吼。即个家己四娘黄啊无除吼，即啥物意思我都毋知啊吼。我嘛想袂到迄个画面是啥物吼，家己四娘黄啊无除，因为迄个咱可能无理解迄个黄啊啥物意思吼。歹势我拄则袂记咧，甲毕上兄邀请入来开讲，才变成人走去吼。好，家己四娘黄啊无除。
无紧，可能会倒入来，我会嘛是会使拼甲拼过。啊，你遐厉害，我毋知影你才甲拼吼，我毋知要怎用。我看会使袂？四娘车所以甲你原来会当甲你变做是 moderator 啦，我家己四娘音也无读。Hello， 翕相，你起来讲话啊！拄我袂记诶，迄落甲你邀请起来。本のはかりかごのめ方40名は引かない。好，来，我来查一下这个意思吼。家己四娘无拄，因家己四娘找袂着即个词啦吼，找袂着即句俗语吼。哦，来，找着。老建林下吼，这啥物人我无解清楚吼。老建林下吼，家己四娘也无拄，家己伫倒位啊？家己四娘也无拄吼，家己四娘也无拄无敌吼。伊的规则是安尼吼。比喻只会说别人自己的事，搁置隐藏不说，吼，就是有嘴讲别人啦，吼，无嘴讲家己。家己四娘也无拄，吼。但是咱莫干那安尼学安尼吼，咱若无理解，其实是讲哪讲吼。我的意思讲，即句话、即句俗语，你若无去理解吼，干那硬背起来是无意思的啦，吼。爱去理解为虾米叫做家己四娘也无拄是。敢若会晓讲别人家己的代志，拢暗藏啊，毋讲安尼吼。家己四娘也无拄，主要是即个啊是啥物意思，我毋知吼。来查一下啊吼，啊，NG 第二声吼，第二声吼，啊咧。我嘛今仔学着吼，我较早拢毋知吼。就是亲仔下底你钓物件，迄个钓拿叫做啊。家己四娘也无拄，所以呢，我安尼我就大约知影意思啊吼。意思可能是讲，即个无拄是无敌，无甲扣掉的意思啦吼。家己四娘也无拄，就是你凊物件、放物件时，你用另外一个钓拿，吼。但是即个钓拿你甲算，你无甲扣掉嘛，重量你甲算在内吼。家己四娘也无拄，含拄则迄个果水。咱当然我是平大，家己去现日语的果水，我直接看伊讲，干那讲讲别人家己的缺点，家己的代志拢暗藏无讲吼。所以你咧放迄个重量的时阵，你家己迄电脑拢无甲摕出来讲我这靠四秒起来吼。咱来看一下，安尼我还是现一个迄个。四娘也无拄吼，我看敢阁有别位有回说即个事，家己四娘也无拄，无拄，家己四娘也无拄。YouTube 遮有人咧回说来看一下。阿早，今仔日即句俗语是四娘仔
仔无伫。好来，伊这文理的部分我来念一下。前人用吊秤称东西，通常有个吊篮装东西，这个吊篮就是啊，其重量是4两，因此称东西时需减去4两，才是东西的净重实重。啊，当代表自身的弱点或者需要扣除的实力。此句意思就是只会到别人短处，却看不见自己的缺点哈。伫圣经，大概圣经巴克班圣经内底吼，伊是讲看会到别人目睭内的草仔油，看袂到家己目睭内的黄仔茶吼。圆仔茶，歹势，毋是黄仔，是圆仔茶吼。好，见得到别人眼中的草屑，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柱哈，银梁哈，圆仔茶。没有扣除自身的效果，继续读这个 YouTube 顶头这哈，YouTube 人的规水，没有扣除自身的限制，因而高估自己的实力，用来形容人只会批评别人，不会自我省视，以形容人不自量力哈。所以唔那是干那讲无看到家己欠点是，家己几两重吼，拢都唔知啦吼。所以拄则就是讲家己几两重都唔知，你家己4两无扣掉吼，就是讲家己足重的吼。所以我感觉安尼用较好用啦，就是讲你家己唔知影家己偌重啊，唔知影家己轻重吼。我咱继续 YouTube 甲放啦。啊，伊无念哦，所以甲放音乐尔，我拄则甲念过吼。感动音乐，调节，真正。会晓甲别人吐槽。来，吼。即句上语的意思是讲，敢若会晓甲别人吐槽，是个压人的空，讲人的欠点，煞无看到家己的缺点。即句俗语用来形容，敢若会晓批评别人，袂晓自我反省，嘛用来形容人着爱评估家己的能力甲才情，较美手的对家己较有利。好，4两黄也无除吼，4两黄也无除吼。家己4两黄也无除吼，会阁加一个家己嘛是会使吼。所以即个词伫台语大词典吼。牙啥？哎呀，歹势，我哪记起 YouTube 要甲记起。好，家己4两黄也无除。因为伫家己即个词内底吼，足侪例句我足趣味的啊。伊迄个汉语版无过水吼，都毋知影意思吼。过来是家己担，这是啥锅哦？鹅肉芳吼，家己担锅鹅肉芳，为什么是锅呢？家己担锅鹅肉芳啦吼。伊的日文解说是讲日本的尼纳德。我等下再问一下我的日本朋友，讲这到底这个字是安怎读吼？臭い魚を飼ると衣服、うねぼれで。哦，这个是句的意思吼。伊啦吼，伊如你衣服吼。家己刣趁北来吼，家己刣趁北来吼，即句我就知影意思啦吼。拄则迄个家己担过鹅肉芳吼，我毋知影意思吼。家己担过鹅肉芳哦，看即个日文的意思，大家又会出来。伊讲意思是讲，你担迄洗草的，但是你搁家己鹅肉芳安尼啦吼。哦，家己刣趁北来吼。家己刣趁北来，即个画面就想会到吼。你譬如讲刣鱼啊，还是刣猪、刣啥，不管刣啥物啦吼。迄北来你家己留来，家己留来做西客，做咩那个？咱讲做西客啦吼，毋是做西客，家己食就对啦。家己刣趁北来吼，这因为大家无注意到嘛。你甲迄个竿掠一刀仔落来吼，肠仔掠一刀仔，家己囥伫家己落底啊，大家看袂到。家己刣趁北来吼。
过来是家己即个喙吼，家己喙家己车，伊个汉字骹那个音是家己车，家己车无卖啦吼，卖家己车卖电，卖电，家己车卖电。自分で自分を押しても倒れない。家己车袂电，有るぼれる。家己车袂电，无理解这意思吼。家己食，家己食，家己食，家己食家己吼，这当然大家知吼，家己食家己。家己捧屎，家己抹面吼，这嘛是差不多知影意思啦吼。家己捧屎，家己抹面吼，就是叫做啥自取其辱啦吼。你若要讲华语迄种吼，家己捧屎，家己抹面吼。おのぶか家己好气，おのぶか。家己是哦，好，其他即个无啥物啦吼。所以伫即个家己即个词吼，有足侪例句，我就是今仔日要趁即个时间甲学起来啦吼。好，家己台北来，家己台探北来啦吼。家己台探北来，所以我就是相款吼。我家己虽然讲我是伫咧即个 Clubhouse 读互大家听，但是这是家己台探北来啦。我其实我家己搁加趁一寡啦吼。好，Claudia，我准备要来困啊，明仔载上班，我爱来离开啊。你是你要继续开讲嘛？是会使，你会使留咧。我即间房就放互你啦吼。无啊，我来学的啦。安尼哦，袂要紧啊。你帮我顾一下房，台湾漫谈吼。其实台湾，我迄当阵开台湾漫谈吼，是毋是讲要读白话字啦？其实是主要是要来开讲啦吼，讲一寡台湾事啦吼，台湾的地理、台湾的历史吼，拢会使开讲吼。来讲啊，我自细汉吼，听阮公字辈，阮职工阿公安尼吼，逐家安尼定定拢坐伫咧稻埕或者是树仔骹吼，坐一位伫遐咧开讲，安尼话先吼。讲的即个天南地北啦吼，迄个各种话题，自细汉我就听因咧开讲，我最近也是定伫边仔听因咧开讲吼，听即我老大人开讲的时阵，学足侪物件啦吼，当然是袂记了啦。我的意思是讲，即种传统，或者是讲即种的，即嘛伫台湾吼，除非你伫庄骹啦吼，可能伫咧庙口遐。无其实是咧现代社会，会囡仔要有即种机会，我看是较难啦吼。对啊，所以大家台语拢愈来愈退步啊。所以就是讲，我开台湾漫谈，就是大家来开讲的所在，会当来开讲足侪代志吼。当然毋是干那毋是讲历史，毋是讲干那台湾历史，也是讲当然要讲即个时事吼，就是即马即个新闻，即马咧发生的，迄别人。比我较后啦，我就无开即种房啦吼。我看伫咧即个Twitter。你讲Connie哦？Connie，我毋知呢，因有开即个新闻房嘛吼，我知影因咧开啦，所以因咧讲嘿。对，嘿，是迄个迄啥？我伫咧，譬如讲伫 Twitter， 我嘛有看到人就是。拢咧开讲迄个新闻嘛吼，迄着逐家去开讲啊。我是拢较一方面我嘛无伫台湾啦吼，所以我嘛较无迄个才调讲台湾事啦吼。嘿。啥物物件歹势？我伫倒一州遐？你是我伫 New Jersey 吼，伫美东 New Jersey 伫。伫咧 New York City 的隔一条河，就是 New Jersey 即个 state。NJ 嘛吼。NJ 嘿。我遮加州。
哦，你伫加州啊？OK，啊，所以你即嘛遐是佫早诶嘛，差不多8点5比较起。OK，啊，你才10点啊OK，迄点我已经11点半啊，我准备要来困啊，嘿啊。安尼，嘿，Claudia 欢迎你啦！啊，我是逐工，无逐工啦，我即嘛早起时吼，毋是啊，我当然是我食暗时啦吼，若有闲我就开房啦，啊，读白话字啦吼。所以主要时间是我食诶暗时啊，差不多9点半吼，等于是你遐诶减5点钟啦吼，4点半嘛吼。3点钟啦。3点钟尔，咱差3点钟尔，哪有可能？我东部时间、中部时间、山区时间、太平洋时间，就差4点钟尔。2、3、4，差3点钟，差3点钟，差3点钟，OK，歹势。啊，所以就是我诶9点半，就是你6点半啦吼。所以你若暗时6点半有闲，就来看我有开房无得。啊，当然你会当加入即个房，你做即个台湾漫谈诶 member， 安尼我逐遍 notice 送出来，你就会收到啊吼。你就会当入来。歹势要问一个，敢有用赖？因为有时阵我拢会甲即个阿宽伊若开房诶连结，想要搭伫赖啊，因为即摆介新即个 Clubhouse 嘛，无法度搭文字。我想讲，你若有使用啥物？像 Facebook 还是安怎，阮就会使斗通知，阮若知影讲有开房迄个连结。啊，你敢有啥物会使啥物赖啊，电话底用的啊？好，小等下我甲我甲写起吼，invite to speak， 我必须遐嘿欢迎你，倒来我写一下我的考字吼。佮有朋友若讲想要知影讲啥物连结，就大家互相加一下。好，我打起来吼。必须遐，歹势，我拄则无注意看，袂记甲你 invite 吼，歹势。啊，阮拄则。嘛伫外口见一寡有诶无诶。安尼哦。Peter， 来，我甲你我。迄啥Claudia， 我著甲即个房间著交互你啦吼。Make a moderator，OK， 恁开讲吼。啊，拄则必须影你无伫诶时阵，阮拄则咧查即个家己即个词下底一寡台语大词典所收诶一寡例句啦吼。啊，阮有查着，嘿。足复杂足长诶，我想讲，我要去问我日文诶前辈。哦，其实我有查着啦吼，家己四娘黄啊无除吼。迄个黄啊是啥物物件呢？黄啊就是凊，较早你凊物件用一个会吊一个竹篮啊，吼，吊一个篮啊，即类诶，毋是竹篮啦，就是吼，因为竹篮也无可能敢若四娘啦吼，就是应该是迄种较细项诶迄种较细支诶迄种凊啦吼，你。凊药啊，凊人参诶迄种，应该足细才4娘重吼。啊，所以迄个吊篮啊4娘吼。啊，所以意思是讲，你要凊物件诶时阵，你无甲迄4娘甲扣掉吼，你甲当做是讲迄是算在内就对啦吼。所以家己4娘黄啊无除，意思就是讲，你看家己伤有啊吼，你毋知影家己诶轻重吼。啊，所以就是毋知影家己视力到倒位啦吼。所以。家己4娘黄也无除，就是看家己伤重吼，就是毋知影家己视力伫倒，或者是有时啊是毋知影家己缺点伫倒吼，毋知影家己欠点伫倒位哈。家己4娘黄也无除吼，所以你当然要用即个词，就是拄着即种人吼，啊，家己4娘黄也无除，想讲你真正当做你才有才调吼，你吼，意思就是安尼吼，家己4娘黄也无除，或者是讲伊若家己诶缺点拢暗藏无讲，你嘛是安尼讲吼，家己4娘黄也无除，啊你是伫外口吼。OK， 过来是家己担过鹅肉芳吼，鹅肉芳对，家己担过鹅肉芳吼，这是你若有看到我迄个画面吼，家己担过鹅肉芳，即我著无另外去查吼，就是应该就是你家己担迄个过，我毋知影有啥物叫做歹势。担粿吼，粿吼，咱来查一下粿吼。伊用迄个salmon 迄个鲑鱼的鲑字吼，但是伊的声调是粿第5声吼。我看即个是毋是
就是鲑鱼的意思吼。鲑呢，就是鸡，或者是漳州腔读鸡啦吼，泉州腔读鸡，或者是阮的腔口读鹅吼鹅。伊的第二点龟水就有三个吼，第一个是小鱼吼，细只鱼啊，或者是虾啊吼，细只鱼啊，或者虾啊，或者是虾啊，生盐会食物，啥物意思啊？应该是用盐去生迄种细只虾啊、细只鱼啊来食迄种食物叫做鸡啦吼，或者是鹅吼。咸鹅、咸鸡吼、咸鸡，你毋知捌听过吼？我是毋捌啦吼。食鸡、食鸡、食鹅，免偌济盐吼。食鸡免偌济盐，就是你要生迄种细只鱼啊、细只虾啊，毋免开偌，毋免偌济盐哦。即种拢有迄种引申的意思吼，绝对毋是干那讲啊！你生鱼是盐免用偌济，意思是讲即种小可代志你免 cost 就无遮重啦吼。我相信是安尼，我无去显啊。今仔日无迄时间，佫继续显而已。我定定咧看台哩大书店吼，显甲拢家己迄个文本读啊，对拢袂记啊，拢直直看咧吼，即个趣味的代志伫内底。代志着强要成功，佫下小可功夫就会当完成吼。这是拄则迄句的意思吼，伊汉语版有解说讲，食鸡免偌济盐吼，食鸡免偌济盐，就是讲代志着已经要成功啊吼，免佫小可下功夫就会当完成啊吼。食鸡就是已经要成啊，要成做你。伊讲头前第一个意思就是用生起来迄种食物嘛吼。用鱼啊，用虾啊，细只鱼啊，细只虾啊，生起迄种食物叫做鸡啦吼。即种物件我嘛毋捌听人讲过，但是你着知影，可能老一辈的因若较早安尼食吼，迄细只鱼啊、细只虾啊，用盐去生起来吼，已经生好啊吼，叫做鸡嘛，鸡吼，或者是鸡吼。食鸡、食鸡免偌济盐，就是意思已经生要好啊，免佫开偌济功夫落啊吼。好，第三个是五斤鸡吼，是伊的意思是，迄是例句啊，五斤鸡，伊的意思是地杆仔青姜形的拳头母拍人吼。即个汉字安尼写着是看有哦，就是意思你甲拳头母地甲足暗的要拍人吼，叫做鸡啦吼。这我着学过啦吼，毋是学过，即我着听过，自细汉就会晓，叫做鸡。你用手填做敢若拳头母，拳头母填做拳头母，而且是讲青姜仔形，青姜仔形是啥物意思？我的意思，我所知影就是讲，譬如讲你甲两指吼，头前这毋是两指，就是第二指、第三指吼，小可伸甲出来吼，去共鸡头壳。去共拄人的头壳就对啦，叫做鸡，即就是鸡吼。即个动词就叫做鸡吼。阮较早阮的腔口阮读做鸡啦，其实阮嘛无读做鸡吼，读做鸡吼。鸡是泉州腔吼。去共鸡头壳，即个动词吼。拜托你若有方便，你再看即个画面吼，迄个鸡字吼，就是安尼。鸡，所以鸡有三个意思，第三个意思和头前迄个鱼啊、虾啊完全无关系嘛吼。即个规律我先煞学起来吼，我自细汉都会晓讲即个词，但是从来即嘛足久毋捌，当然足久毋捌去共过啊，毋捌去共过头壳吼。叫做伊例句是五斤过啦吼。我嘛毋知影啥物叫五斤过，应该就是意思就是迄个动作啦吼，去共过头壳吼，五斤过。咱拄则讲的即个，就是家己打鸡，家己打鸡吼，家己打鸡鹅肉芳吼。鸡就是拄则讲鱼啊、虾啊用盐去生起来嘛吼，所以就是有臭味嘛吼。家己打鸡鹅肉芳吼，迄足好食啦，所以爱食的人绝对是鹅肉芳啦吼，家己打鸡鹅肉芳。好，另外。除了家己饲娘黄也无除，家己打鸡鹅肉芳，佮阮拄则有看，家己刣趁腹内吼，即逐个就知影，家己刣趁腹内，家己车袂颠即句我毋知影意思，我嘛无去查啦吼。
有兴趣的则带你大书店家己去现看卖啊。啊是讲恁家己伫网络顶的迄个网络版去看卖吼，看家己车袂颠啥物意思吼。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得先离开恁，咱继续开讲吼。好，安尼我无关房，我留互恁去开讲。我要离开啊吼，歹势，我先离开啊。我有甲我的迄个 LINE 的迄个口座留伫迄个用 text 留伫遐吼，恁拄则像三年，你若要加，你则帮我加落吼。我会再甲你加转去。啊，当然其他人欢迎恁啦，你加我的 LINE，只是我毋知加 LINE 要创啥，我平常时袂含你，无迄个时间含你开讲啦。OK， 好，我来离开。歹势，我要来 leave the room， leave the room， 煞袂记。好 ，leave the room， 好，歹势，我先离开吼，各位。